今日同大家行一條新興短線，依家出發。好，大家好，午安。咁我哋今日嘅目標就係行連麻坑郊遊徑。咁我哋依家咧就繼續沿呢條路就上去紅花嶺嘅。由起步點行咗10分鐘到上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咧就會轉右，就繼續往連麻坑方向，就行連麻坑郊遊徑。沿連麻坑郊遊徑過嚟到呢個位置，咁依家咧就會轉咗，就上紅花嶺。我哋喺連麻坑郊遊徑分支路行上嚟，就嚟到紅花嶺。紅花嶺高達491米，咁呢支就係紅花嶺嘅標高處啦。咁對面咧就係我哋頭先行嘅紅花寨，依家就沿路落去，就落翻去連麻坑，完成今次旅程。喺紅花嶺行落嚟到分岔路，依家就轉咗，就落去連麻坑同埋連麻坑嘅礦洞。行過嚟到呢個位置，咁依家就會轉右，就落去連麻坑原礦洞。我哋而家咧就嚟到連磨坑嘅礦洞。咁依家就行去參觀，穿過山洞行上嚟，翻嚟呢個位，依家就繼續連接翻連麻坑郊遊徑，就去終點連麻坑，完成今次旅程。喺連麻坑原礦洞上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轉右，就行埋餘下嘅旅程。出嚟行咗唔夠100米，就嚟到我哋今次旅程最後嘅景點麥景陶碉堡。依家就行埋落去就搞掂。喺上面行落嚟，咁就嚟到我哋終點。呢個終點就係連麻坑，完成今次旅程。今次咧就行咗大概4公里，需時2個鐘。依家食嘢，呢條片分享到此為止。請大家記得訂閱、留言、分享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連麻坑礦洞係位於以前嘅邊境禁區，曾經係香港出產量最高嘅礦洞。喺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礦場一度由日軍佔領。村民多次破壞礦洞，阻止日軍使用。礦場日漸失修，而家咧就剩返6號礦洞仲喺度保留。由今年1月24號起，政府放寬邊境禁區嘅限制。行山人士咧就可以搭59號 K 嘅 van 仔，可以直接嚟到連麻坑村落車。如果大家想行紅花嶺同連麻坑嘅話，大家可以喺淡水坑站出發，
如果大家淨係想行短線嘅話，大家喺連麻坑村嗰度沿路上去。